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？行得越遠就越明白，成功唔係淨係事業有成，仲要有個健康嘅身心去承載。做咗咁多年戲，成日日夜顛倒，有時拍到凌晨捱通宵，到咗某個階段咧，你會發現原來最應該投資嘅咧係自己嘅健康。我揀咗奧嘉華 BioVis， 因為佢嘅 Overseer AI 技術真係做到檢測分析，再幫你度身訂造最啱你身體狀況嘅按摩方案。每次用之前，佢都會先了解我今日嘅狀態，然後再俾出最合適嘅按摩程式。科技可以好貼心，呢個就係例子啦。有時我都懶得撳掣，只要講一句小奧小奧，我喺度，幫我按摩，咁就開始放鬆嘅時間啦。而且奧嘉華仲同馬來亞大學合作研究，有助改善血液循環同睡眠質素。再加埋 LifeX 靈動導軌技術，由頸到臀部無死角咁樣照顧晒。特別係我哋成日企、成日拍戲，腰背鬆一鬆，成個人都唔同晒。健康唔係等有事先去揾，而係由今日開始俾自己一個好啲嘅生活方式。我相信只要心靜身鬆，生活自然會更好。奧嘉華同我黎耀祥，祝你龍馬精神，馬年行大運，日日都咁醒。